你好啊，我想講咧，我係今日頭先有 IG 有 DM 過你，咁就好想同床哥講一聲多謝。個背景就係今日咧，話說我今日就大學畢業啦，咁就大學畢業禮，咁就我係讀咗7年先至完成到呢一個學士學位嘅，suppose 4年咧讀到一個學位。咁 which is 其實喺以前2022年嘅時候咧，嗰時我好想放棄，然之後就係我打咗上嚟深事台嘅時候啦，嗰時係除咗床哥喺度之外，就係 YT 大哥喺度，然之後即係嗰時我都記得 YT 大哥講話，叫我同我屋企人好好咁樣傾下，然之後傾完之後，我先至再決定我應該真係要即係始終呢一個人生，我應該要做好我自己咁樣，跟住之後就繼續讀翻，我先至可以行到去而家係即係大學畢到業，所以好想同床哥同埋同埋 YT 大哥講聲多謝你哋。恭喜你，師兄你係點稱呼啊？到底？我係三木啊，三木1、2、3個3木頭個木啊，三木，恭喜你大學冇錯，畢業快樂，三木。冇錯，係就係咁樣啦。終於多謝你，即係雖然係轉咗好多彎，OK， 但係到最後結局係好嘅，畢到業。是啊，跟住落嚟嘅路應該都會係繼續9曲13彎噶啦，但係就係希望我自己都可以努力啦，跟住就係咯，打上嚟留個 record 俾自己，話俾自己知道。有一件咁樣嘅事發生過。恭喜你今日成功畢業，嚟緊開始要做嘢噶咯喎，你哋唞下先啊，三木。嚟緊就係因為本身係玩音樂啊，咁就試啊，跟住之後就都係繼續做唔同嘅一啲嘅 freelance 工，跟住去做音樂嘅嘢啦，繼續寫歌，繼續作歌，繼續表演，繼續玩啊！係，加油啊，師兄！OK， 即係你7年都完成到個大學學位，你諗住呢樣嘢得，你冇嘢做唔到噶啦，師兄。收到你，就咁畢業快樂。多謝床爸 B， 再見，拜拜。拜。4年嘅大學學位讀足7年都冇俾人踢出校，都冇收皮，幾撚勁！最勁係你玩7年，竟然冇俾人踢出校呢樣嘢，其實係好撚奇蹟嘅。即係學院方面對你都係有信心，對你都係充滿耐性、認真，係做得好啊！我覺得呢樣嘢，亦都係好鼓舞到人，就係唔好咁容易放棄咯。係啊，因為有陣時，譬如你話 we take 一啲科，we repeat 一啲科，好多人放棄咗啊。係啊，但係你頂得住咯。OK， 你頂得住咯。你呢個位其實你與其多謝我同 YT， 不如多謝你自己。